说：“你今天好吗？”你今天好吗？我很好。好吗？感谢神。我相信今天会是一个美好的一天。不过，在这2023年初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对过去一年来做回忆和反省。有些人认为去年就是场灾难，像是疫情导致了3级警戒，哪里都不能去；股票大跌，导致大家的资金都受到伤害了；然后通货膨胀，导致很多东西都涨价。还有我们的台湾的邻居，你看整天在空中飞来飞去的。但是呢，也有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与神产生更多亲密的连结，像是受洗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或者是委身教会参与服事和传福音，甚至还有人被找去念神学院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仍然平安在此相聚。来，先让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提摩太后书4 4章章7 7到到8节。是的，我们去年已经打那个2022年美好的以上已打完，也获得神给予我们的恩典。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一起为这新的一年来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从那年面前，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2022这样子美好的一年，主啊，经过我们打的仗，我们征战中向你献上感谢，主啊，也求你来带领我们在2023年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求你为我们征战，为我们来得胜，前方的道路有你来与我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是何等的美好！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相聚在一起，并且在你的圣殿中向你说话。过去一年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作为，乃是黑暗权势在任意妄为。虽然你允许这些困难、痛苦的事情发生，但我更相信你是要将这些苦难化作祝福，来让我们更加走在你的道路上，与你有更多的亲密关系。亲爱的天父，2022年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完了，那路途也跑尽了。如今我相信你将继续保守我们在2023年有健康的身心灵来度过这一切，并且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有你的保守与看顾，也带领我们走向你所安排的方向与旨意，直到你亲手交给我们那公义的冠冕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用诗歌敬拜赞美他，请弟兄姐妹们一同聆听天上来的声音。让我靠近你，越过高山低谷，深深被吸引，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，让我拥抱你，
我要安静，听你的声音。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，也要寻求你，单单渴慕你。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，胜过一切来荣耀你。I love you, I am missing you. 我的主，期待与你再相遇。Oh my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否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呢？加拉太书2章20节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哇！我们能够感受到保罗当时的呼召有多么的深刻吗？连活着的都不再是自己了，而是要学习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和榜样。因此，让我们为着自己、牧者、教会，是否也能以此态度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来一起开口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你的面前，我们向献上感谢，求你来改变的生命，让我们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更像基督，让我们谦卑到你的面前来学习耶稣基督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，是我们一生最好的榜样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，赞美，赞美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献上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。他不单单流了宝血，也留下了很多生命当中重要的品格与榜样，好让我们能够依靠他，学习他，为了不辱耶稣基督之名与他所住的圣殿。祈求你让我们有时刻警醒的心，并提升属灵的生命，来预备回应他给予我们的呼召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，也要寻求你，单单渴慕你。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，胜过一切来荣耀你。I love you, I missing you. 我的主，期待与你再相遇。Oh my。天父的爱，
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，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启示录14章2节。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，也要寻求你，单单渴慕你。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，胜过一切来荣耀你。I love罗马书8章28节说：“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皆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”是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是爱主的人，是被他召的人，因此才在此时此刻相聚在一起。现在我邀请大家站立起来。我们将手举高，并且同心合意的为今天的主日聚会礼拜来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从我们来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祷告，说今天带领今天所有的主日，所有的过程，说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说求你圣灵降在这个会堂，说求你让听的，让牧师讲的，说都能领受到你的爱，说来听你的真理，来传扬你的爱，说求你带领我们，所有的人，说我们感谢主，谢谢天父，谢谢主，一直来保守我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这群超越血缘的家人们，能够因着爱你的缘故相聚于此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从你而来的恩赐，做各式各样的工，并让这万事都互相效力。祈求你，让我们今日的主日礼拜一切顺利，并且使我们能够充分领受你的话语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I love you. I am missing you. Oh, 我的主，期待与你再相遇。Oh my。从天上来的
喜爱听天上的声音吗？阿妹，大家喜爱亲近神吗？从早晨到夜晚，我们天天亲近他，被他吸引，被他的爱吸引。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我们就是单单的聆听你的声音，亲近你。早晨，我睁开眼睛，渴望聆听你声音，心中思想你的好，更多与你来亲近。夜晚。夜晚，我仍要歌唱，向你证明我心意，敬拜化成一首歌，单单要传给你听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丽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丽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从早晨到夜晚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丽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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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丽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
名归于你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羔羊已作王，从今世到永远。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愿颂赞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。所有的荣耀归于你，万民敬拜你作权。所有的荣耀归于你，荣耀主耶稣。主，
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亲爱主，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慈爱的天父，